你仲喺 Google 開晒10個網站比較邊樣平、邊樣抵買。我哋篤 AI 親自實測咗 ChatGPT 嘅購物功能喺香港到底用唔用得。例如我打幫我揾支100蚊以下適合敏感肌香港買到嘅防曬 ，ChatGPT 就會 show 以下幾樣嘢俾你睇：一、列出幾款防曬產品加功效介紹；二、整理出用家評價，幫你睇邊支最多好評；三、俾翻價格加購買連結，你撳就可以睇個網站買到未？聽落好方便，但係實情係點？就算你打咗香港買到 ，ChatGPT 都大多推你去 Amazon、eBay 或者其他外國網站，未必有香港送貨，付款方式都未必適合香港用戶。所以我哋實測發現 ，ChatGPT 購物功能暫時未完全支援本地使用情景，可以當參考工具，但唔好盲信。最重要係 AI 購物改變緊搜尋行為 ，SEO 唔再係爭排第幾，而係爭住成為 ChatGPT 引用答案嘅內容。如果你做網站、做內容、做電商，就一定要知道 ChatGPT 會點揾答案、點引用你啲內文。想知道更多詳細功能同埋點用，留言 Shop， 我哋會 send 詳細教學俾你。